面全部不见了。好，大家有看到了吗？亲爱的，跟我挥手一下。大家好，有看到的才挥手。有看到 FB 直播吗？好，那我们等一下，我们的直播时间马上要开始了。我们再等一下哦，等一下，等大家过来，好吗？谢谢，你们有看到直播吗？Hello，我又出现了。大家好，我是 Esther， 是云晶。那我们现在在泰国，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台湾的朋友呢？跟我们说说你的名字好吗？可以跟我们说说吗？好，我还没有看到。如果你现在在观看的话，你可以帮我们写一下你的名字，或者是你可以跟我们说 “hello” 吗？你从哪里来的？可以吗？如果你在我们线上的，我现在目前看到6个人，但是我没有看到名字。等一下哦，技术问题，需要切换视窗。大家都好吗？有我的家人吗？有没有台湾的家人？顺便在这里跟你们说 hello， 谢谢你们来，今天晚上很开心。我们在这里呢举办夫妻座谈，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有3对夫妻在这里。然后我等一下我会请他们出来呢跟大家打招呼，好吗 ？OK， 好，那今天非常的特别，因为呢我们在家里很久了，对吗？是不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呢，我们都在家里面。然后呢，如果有夫妻一样都在家里的呢，就会觉得好像冲突变多了，摩擦也变多了，对吗？管教如果有小孩的话，管教小孩的方式也不一样，就开始吵架哈。那我听说有非常多的人因为这样子就吵到要分手了。那如果说呢，你觉得说夫妻冲突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呢，然后觉得夫妻好像就是来相克的。以前小时候好像有听到你就是我来还什么的，是吗？OK， 所以呢就会觉得说是怎么这么困难哈？但是有些人呢，夫妻关系还不错，他们觉得他们是很互补的。那你的关系是怎么样呢？等一下呢，非常欢迎你多多的留言，然后跟我们一起分享哦。等一下我们线上会有非常多的好玩的活动，会有奖征答。如果呢，你可以答对我们所有的题目呢，我们会有礼物赠送哈。不管你在哪个国家，云晶一定寄给你，好吗？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最后，不可以转台，不要转台哦，千万不要转台，一定要看到最后。那我们今天呢，有3对夫妻，我们先请他们出来跟我们说 hello 好了，都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哈。好，那跟大家说说 hello。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好，那我们都是住在泰国的哈。那等一下你们要非常注意听，因为题目就在他们说的话里面，所以呢，你们可以做笔记哈。OK， 没有那么严重啊哈，应该你们听完都知道答案了哈。好，所以那我们先请他们下来，然后介绍一下呢，今天的讲员呢也是非常特别的，他是台北出生，
然后我们要请他上来吗？好，我们请他上来。艾梅师母，大家好，你们都晚饭吃了吗？不论你是在泰国哈，泰国现在是7点半，在台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跟我们有1小时的时差啊，我相信你们都吃饱饭了啊，欢迎你们参加我们这个夫妻讲座还有座谈会啊，那我们等一下就一个个会采访他们的啊。好，谢谢师母。哦，师母是毕业于马圣，对吗？对，马来西亚圣心神学院。马来西亚，然后主修家庭事工。那目前在主攻家庭事工的博士。博士的博士课程。哇，真的是非常厉害哈！我是望尘莫及博士2个字哈。没有，这不是学习多学，活到老学到老。太厉害，这是我们师母的名言，因此我都不能停哈。好，所以呢，师母在结婚之后呢，有2个女儿。对，2个女儿。听说女婿是那个家里是联合国来着，女婿是从哪里来的？老大是瑞士的，老二呢是美国的。哇，那家里联合国应该很有趣哈。所以除了资深辅导员这个身份，在家里应该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实力哈，可以去对，没有错。要谈谈跟我们说叫做跨文化的大家庭啦。是，有机会希望可以多听听师母家里的有趣的事情哈。那师母曾经担任香港学园传道的行政主任，然后也到过日本宣教7年是吗？对，去年是，然后2000年的时候呢，来到泰国宣教。那我是2014，我几年来的呢？我来的13来，你说你是我来的师母已经来13年了。来的吗？还是17年来的？是13年嘛。13年，对，13年，因为我来到泰国7年了哈。非常的快哈，那时候我来的时候，记得师母是有语言中心，然后在那里也有当讲师，然后又是当牧师师母，然后又要牧会，然后非常多的工作。那后来呢，就是提早退休，然后转到真爱家庭事工来做哈。那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这样？因为最早说我们来到泰国将近20年啦，那从学校做老师开始接触到学生，也发觉到泰国的家庭问题很大，单亲家庭问题很多，占人口的60%，所以我们发觉到说这是义不容辞，要赶快注重家庭的需要，所以刚好就是说这个家庭事工有机会进修啦，更加发觉到说可以找到一些的方法跟一些的策略。所以我们就在2016年呢，就在泰国成立了真爱家庭事工的这个泰国的分会啊，所以有个推动，不论是泰国人和华人的家庭，希望就是说给大家一个培训，帮助大家关注家庭的重要性啊，家庭的健康是很重要的，不只是身体健康啊，人与人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协和，还有跟亲子关系的协调都很重要的。那甚至还有就是说，单身的人呢，要结婚之前你要注意一下。应该怎么样来调试自己，认识彼此，然后这个婚前的辅导、婚前的教育很重要。我们说预防胜于治疗。哇，师母把往后的主题都透透的泄露了哈，这边要做个广告。我们今天如果你从头听到尾到最后的话，我们会送你一个礼物哦，就是你可以拿到免费咨商是吗？师母的可以到师母的。咨商师他是专业的辅导员哈，非常资深的辅导员，那可以拿到免费的 coupon 免费券。那所以约是要听到最后，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样拿到这个
免费咨商哈，所以不要转台，不要转台。然后呢，今天非常的荣幸，非常开心哈。为什么我要讲这么多废话呢？因为我们要等人来，对吗？所以呢，如果你已经来了，跟我们 hello， 跟我们说一下哈。对不起，没有讲废话，讲很重要的事情哈，因为非常的开心，我们今天能够请到师母，这么资深，然后非常多的经历，然后也到过非常多的国家，看过非常多不一样文化的人哈，那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师母，谢谢。那你们多留言哦。好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先欢迎第一对啊，我们要来访问他们的啊，就请那个明辉呢还有梅秋上来，我们来欢迎他。大家好。哎，好，你看他们两个人呢，夫妇呢，这个夫妻装啊，穿红色的啊，哎，好，那这样子吧，你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访问一下你们啊。你们是哪里人？然后名字啊，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我叫许明辉，我和我太太叫王梅秋，我们都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哦，你们从马来西亚来的哦。好，那想问一下哈，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哈？我们认识之前是同学。中学同学。对，我们是中学同学。然后呢？中学同学的时候是那时候是还没来电。等于说中学的时候大家还是同学。对还是一般的同学朋友而已。对，因为在学校是禁止谈恋爱。你们毕业之后呢，就分别去进修学习啦。然后呢，你们工作呢也是在马来西亚工作吗？我们在新加坡。我们在新加坡。你们两个同时间去新加坡吗？还是分开去的？分开去。所以分开去，不是一起去的。不是，所以那你怎么在新加坡又碰上了呢？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很偶然的情况下，好，赶快要爆料了。有人在留言了，就说怎么还不知道你怎么认识的？太好了 ，OK， 在一个偶然的相遇。对。OK， 偶然的新加坡很小。OK， 那相遇之后呢，就来电了吗？还是怎么样呢？要培养才来电。对，相遇的时候也没有说直接来电。没有直接来电。那是多久的时间？那时候就因为我们在他乡嘛，他乡什么？他乡遇故知。他乡遇故知，那么就比较好谈呐。OK， 好的。对，就是说比较有亲切感这样子。OK， 好的，那我想缩短一下啊，因为时间有限啊。就是说你们两个呢在新加坡认识了，然后两个又不在同事的公司工作，那你们这样子呢认识，然后要重新见到面了，然后在什么时候两个开始觉得你们可以进入男女朋友的关系谈恋爱呢？就在一段时间，也不是说很短，也没有说很长，就是说发觉到两个有同样的嗜好。同样的嗜好，什么嗜好呢？就是钓鱼。钓鱼。OK， 所以同样是要钓鱼，所以他就是钓鱼钓出火花来了哦。对。OK。好，那你们在新加坡重遇之后多久之后你们两个考虑结婚？差不多有整10年的时间。哇，你们这是爱情长跑10年的时间才决定要结婚哦。哇，不容易，这个很难得了，爱情长跑。OK， 那请问一下，你们在新加坡结婚呢，还是在马来西亚呢，还是在哪里结婚呢？我们 OK， 我们在曼谷，我们是来了曼谷又回去马来西亚结婚。
哦，所以等于是说好啦，定情的地方是在新加坡，结婚的地方是在泰国，不是在马来西亚。结婚的地方是在马来西亚，然后现在呢，为什么会来泰国呢？来这里工作。哦，来这里工作。哇，你看你们有3个地方，马来西亚同学，新加坡呢定情，然后再回来马来西亚结婚，然后2个结婚之后一起工作就来到泰国了。哇，你看有人回应我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娶到梅秋啊，明辉做到了。你看大家都听你们爱情故事。OK， 好了，来问你一下啊，你们有那么的因为喜欢钓鱼嘛？那喜欢钓鱼就有没有摩擦过的？钓鱼一起玩就没问题啦。但是你们现在同一间公司工作对吧？对。你们平常生活没有什么冲突吗？工作上是不同的岗位一定会有冲突。不同的岗位会有冲突。好啦，一个是在外的，一个是在内的，是吧？对。那个内跟外冲突就大了。一个销售，一个财务。一个销售，一个财务，所以那个冲突真的很大很大。但是呢，既然又是夫妻，那你们回家之后有没有把公司的事情带到家里头来？没有，我们一上了车，什么事情都忘了。放工上车过后呢，就把公事留在公司。哦，把公事留在公司，然后一上车就忘记了公司的事情，不关你们的事情了，你们就要回到家里就是做夫妻的事情了。是，我还记得我们每次要放工的时候，就会邀我马来西亚的姐姐，我们就会送一个 sticker， 说送一个龙，就是说我们回去是好像一条龙，放工一条龙。放工一条龙。这是我们跟他的暗语，就是讲可以放工了。OK， 那放工一条龙，那在上班的时候什么是什么？好像是一条虫。OK， 所以呢，原则上就说你们的一般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夫妻呢有冲突，但是不多，导致在工作上的冲突是比较多，是吧？是，也不会很多啦，有时是好像一些意见不一样，还是岗位不一样，你的看法就不一样。OK， 好，因为我曾经谈过话，就说你们刚到泰国来，所以语言不通，所以呢，你们2个呢几乎很少有冲突，就相依为命了啊。对，因为我们没有家可以回，也没办法找谁是诉苦，所以2个人呢就把那些都不要再说了。对，他吵架跑回娘家的话，还要踏飞机回去，好远。为了省钱，不要，对，这样保持自己彼此包容啊，彼此包容，彼此学习，是不是？是。那我想问一下，我知道哈，因为你们结婚了，到现在几年了？10几年呢？13年。哦，13年了。好。那我知道哈，13年了。那在这个最近几年，我是知道，就是说梅秋呢，先信耶稣了，到了教会了，是不是？是的，我是先信主。OK， 你是先信主的啊。那刚开始你信主的时候，你们去教会做礼拜呢？明辉有没有跟你去，还是你一个人自己去呢？是我一个人去。那时候他没有去，因为他还没有被上帝拣选，是上帝拣选，他还没有预备好。应该是说他还没有预备好，他还在享受钓鱼。是，他还不知道上帝的奥秘好，那我既然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明辉呢是后来是因为看到太太这样子为你祷告啦。那你就开始受感动啦，那信了耶稣，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会踏进教会呢？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之前听说呢，你尽量一般都不会去教会的，但是好像上了我们什么的课，你就开始对，我就上那个真爱课程的那个家庭施工，不是。家庭婚姻辅导
好像是那个家庭婚姻辅导课程。对对，所以那时候第一次上课。OK， 因为那时候不是特别在教会查圣经的嘛，是讲家庭婚姻的嘛。对。所以这样的课程，所以我觉得神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牵引我去那个教会。OK， 就是因为你发觉到说，教会还讲到婚姻的关系，还讲到夫妻的关系，所以让你觉得，这个应该可以，这个教会是不错的，可以这样子吸引着你，慢慢的就进入教会，到后来就决定信耶稣了，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岳明辉，你是老大嘛，是吧？对，家里我是老大，没错。哇，老大不容易的我知道，因为你要信主的时候，那个面对家里的那压力也蛮大的哈。还好啦，因为我是老大。老大说话就老大说了算。对。OK， 好了，那很好啦，就是感谢主了。我每次看到你们夫妇两个人都是穿同样颜色的衣服你们跟我们讲那个秘诀，为什么要穿同样颜色的衣服呢？你先讲。要洗衣服的时候比较容易。不会说一个红色一个白色，然后洗的话蓝色，然后要分批。对，要分批，家里的人又不多嘛，所以你红色就一起洗红色方便，穿白就一起穿白就有这个很有这个经济效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如果出外面人多人杂的地方走散了，那你要你比较容易找。找一个跟你穿衣服一样的人很少做不一样的对。好的，我看到很多人留言啦，就是说，那个很多的兄弟姐妹很尊重明辉还有你们两个都很风趣因为你们很会喜欢钓鱼好了，以后我们弟兄姐妹钓鱼就找你带我们去钓鱼了好的，没问题。OK， 好啦，谢谢你们，我们会访问另外一对。OK， 好，等一下再请你们上来。OK， 待会见。好。我们呢很感谢主这一对夫妇这个爱情长跑，然后呢他们正式来到泰国呢工作，那不会泰语，所以夫妻两个人呢就不会因为小事就吵架他们就是相依为命互相的包容。那之后后来进入教会之后，更加体验到上帝的爱，然后更加彼此相爱我很祝福他们。好，那我们现在请下一对夫妇我们请那个蒋弟兄跟那个小红上来，我们欢迎他们。好，你们好，跟大家说好。晚上好。好的，来，你们稍微自我介绍一下，你们从哪里来？太太先说吧，先介绍吧。我从那个中国新疆过来，对。好，你从新疆来的。我是中国重庆来的，2017年我们来的泰国，2017年3月份。OK， 好，那你们是一个是从新疆，一个是从成都，对吧？从四川这个生活形态很不一样对不对？是不是那你们两个认识多久了？认识的话是2001年，今年应该是19年了吧？你们认识了19年了 ，OK， 哇，都差不多跟我到泰国来的时间了差不多20年。好啦，那你们从认识，然后呢，你们认识多久就结婚呢？6年。6年啦，哇所以你们认识6年，哇，刚刚6年才结婚嘛你们比那个这个他们少一点，不过也是算是爱情长跑他们是10年，你们是6年啦，OK 好的，好，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个因为一个是从新疆嘛，譬如说小红你从新疆来，你是新疆，你们两个后来是在同一个城市相遇吧？你们是在哪里相遇的？怎么可能是新疆到成都？怎么在哪个地方相见的啦？
我们在北京那个时候是同事，公司里面的同事。哦，又变同事了 ，OK。那同事呢？成为同事多久才成为男女朋友呢？成为同事好像不久吧，几个月吧。几个月啊！哇，你是一见钟情吗？看上他了，就开始要追他了。对，应该还是有半年吧，差不多。啊，半年吧，还是有半年。OK，那反正就是同事嘛，近水楼台嘛，是不是？OK， 那你们同事呢？但是同事多久呢？好听说你们同事了，然后后来你们两个又分开了，还没结婚嘛，对不对？就是同事，我们是2001年在同一个公司，同事应该有1-2年多时间吧。好像03年那一年，我春节我就到了成都，回家过年到成都。那年刚好是北京非典嘛，他一个人还留在北京了一段时间。哦，所以等于说你先离开那个公司，然后你们两个就保持1年的那种远距离的交往了。那你们远距离交往的时候，你们是用怎么样？那时候还是有电话吧，还是用那个有没有微信啊？还是用什么来交流啊？那个时候有电话，好像没有微信哦。QQ 是哪一年才有的？只有电话联系了。有电话。哇，那每天这样打电话嘞，电话钱也不少啊。那时候还是长途，还算长途。双向收费啊！电话耶，哇，不简单啊！所以你们这个远距离1年吧，1年的时间是不是？差不多。后来是小红再到四川去吗？对，成都。再到成都那边做工作，然后呢，多久呢？你们就结婚啦？那个时候到成都是03年、03年，然后06年结了婚，回到新疆，到乌鲁木齐去结的婚。乌鲁木齐结婚啊！哇，那乌鲁木齐结婚跟四川的结婚方式很不一样哦。这在城市里面也差不多嘛，也是好像是去民政局啊办证啊，然后就是办证等于说注册结婚个人。那有没有办婚礼啊？这也不算吧，婚纱照也没有拍呢。婚纱没有拍。好了，我们要补拍啊。有机会一定补上，有机会。有机会补上啊。OK， 好，我们来一次来办，几对夫妇一起来补办啊。刚刚好也没有啊。那很好啊。那想问一下，你们结婚到现在14年了吧？对不对？那你们14年过程当中呢，因为你们两个一个是从新疆来的，一个是四川的哦，在吃饭上口味上很不一样，在脾气上是怎么样的呢？告诉我们，你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有什么的冲突呢？好像冲突还不多，还很少，因为在结婚认识之前，好像大家的性格还是比较相近，有些价值观比较相近，很多东西还是很共识。很共识，就是有很共识的。就算说有冲突的时候，你们是谁让谁啊？我让他。你看看吧，哎呀，男人说没问题，太太说还是有问题，只是你让他不知道而已。因为他比较急嘛，然后我的性格要温和一些，因为虽然他因为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还是有冲突。然后我也明白他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只是说可能说话呀，有时候方式上面可能比较急，然后我可能调整一下自己，然后我也会就说慢慢的，然后就缓和这样子。这样子哈 ，OK， 好的。所以呢，你就是比较迁就他，配合他。可以这么说吧。要感谢太太的包容。感谢，哇，不错，公开的称赞很好，这个加分。所以我很好啦。那我想再问一下啊，就是说你们是因为两个人也经历过不同的地方嘛，譬如说你们分别就在北京认识，然后后来又在四川成都结婚。那结婚多久呢？你们就来泰国了？你们现在在泰国几年了啦？
我们结婚11年以后才来泰国，基本上结婚06年在新疆结婚以后，就2004年开始就在重庆生活了，那个时候，所以说我们在重庆生活了10年11年，然后才来到泰国。OK， 所以你们来泰国差不多几年啦？5、6年了吧？3年刚过。来3年了啊，来3年了啊。那刚到泰国的时候呢，你们夫妻有没有吵架过呢？还是没有吵架，很感谢蔡人的支持和理解，因为当初我们选择来泰国。小红说都是你说没有问题。好来，小红说。我觉得来到这边之后，我觉得应该比之前可能感情应该会更好一点，因为也知道了这边可能全部要靠自己，然后我们就会互相依赖对方，这样子互相就是说支持这种的。是，所以等于说相对就是说人在海外异地啊，来来去去就是你们2个人嘛，没有家人，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所以2个人就要相依为命啦。对吧？然后尽量的包容对方，对不对？你们好像还有2个孩子吧？是不是？对，2个女儿。2个女儿啊，跟我一样，我有2个女儿，不过比你们大多了。好啦，你2个女儿多大？一个几岁，一个几岁呀？你说。大女儿今年7月份满13岁，然后小女儿是今年10月份满9岁。19岁啊。好啦，我听说呢，你们现在在下星期的某一天是你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告诉我们你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是几月几号啊？是5月26号。不错，弟兄记得很好。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呢，你们也是从中国过来，从那个中国四川过来，来到泰国。那时候你们还没有进入教会，还没有认识上帝，是不是？所以你们是来到这儿，是怎么机会会接触到教会呢？来到这边呢，好像这个网络啊，各方面都很自由。其实我们2个人呢，一直也还是属于那种比较简单和善良的人，也希望这个，好像也自己这么多年的感觉，应该是内心要有一些信仰。所以说我后面就慢慢的一些了解，后面就觉得这个基督教啊、耶稣啊这方面可能适合我们，因为感觉它更包容，比较自由。所以我们后面我们就自己就找到了真理堂，因为我们泰语不好，然后英文嘛也用的不多，所以说不太熟悉，所以说就找到华语这个教会，就自己去找上门去了，找到真理堂去了。对，我记得你们第一天来到真理堂的时候，刚刚好我们爱宴结束，然后你就说，你是透过我们的网站找到我们的我记得那一天你一来，我给你传福音，你就立刻决志信主。是，感谢主啊！所以感谢主，去年你们夫妇2个就决定受洗成为主的儿女，是吧？那这个信仰对你们来讲，对你们的家，对你们的夫妇，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呢？有明显的一些改变。明显的改变是吧？好，小红说说看。就比如说，可能在教育子女方面，可能就是说，应该会，就是说，不那么急躁，可能会更包容一些。是吧？然后还有就是说，在夫妻方面，可能相处方面可能会更理解对方，这样子。OK， 更加的有爱这种感觉。更有那种爱的感觉，就因为有包容好 ，OK， 感谢主为你们开心来泰国，我们就成为一家人了是不是？好，愿上帝赐福你们。好，谢谢你接受我访问好，OK， 好，待会儿见。好，我们这是另外一对夫妇前面一对夫妇就是明辉夫妇，他们也是来到泰国，他们才信耶稣的。然后呢，蒋弟兄夫妇呢，他们也是从中国呢来到泰国，也有机会来信耶稣，所以很奇妙的事情都是不同的国家，一个从马来西亚的国家，一个是从中国来的
好了，我们来看看下一对又是怎么样的一对夫妇，很有趣的一对夫妇哈。我们请那个东富跟那个这个碧霞 ，OK， 你看哇，好漂亮的一对夫妇啊，又帅。大家好，我是东富。大家好，我是碧霞。OK， 好，很好啊，你看看啊，我看人家猜你们了，也猜不出，说你们已经做阿公阿嬷了啊。感谢主。好了，哎，好的，再问一下，你们2个人啊，是从哪里来的？我是台湾花莲人。我是桃园中立人。OK， 一个我们知道台湾一个是东边，一个是这个桃园是应该是在北边了。那我们2个是绿豆嘉义人。绿豆嘉义人，哇！OK， 那请问一下啊，你们2个人呢，就是结婚几年了呢？我们结婚35年又6个月。哇哦，35年又6个月 ，OK， 我比你多2年了。OK， 好，这个我想问一下啊，这个东富呢，你以前呢是什么样的身份？你是做生意的呢，还是怎么样的身份的人？我念军校，我是职业军人。哇，你看站起来就很坐姿，就很有军人的那个风范啊。OK， 那碧霞呢？碧霞是做什么的？我一直都是上班做生意。哦，上班做生意，所以一个是军人出身的，一个上班做生意的啊。好了，那问一下啊，那个东富，你在家里头呢？你是排行老几啊？我是家里排行老2，上面一个哥哥，下面2个妹妹。哦，在中间的哦。那碧霞呢？我是排行老4，我们家6个兄弟姐妹，我是女儿最小的。哇，是老幺哎。对呀，下面还2个弟弟。哦，所以你还是一个宝贝的公主哦。哇，你们2个，一个军人，一个公主啊，怎么合起来嘞？佛心撞地球啊。OK， 想问一下啊，你们2个人结婚那么多年了，30多年了，你们现在有几个孩子呀？我们有4个孩子，3个女儿，1个儿子。3个女儿，1个儿子。OK，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结婚那么多年，然后4个孩子哦，那你们最大的冲突啊，因为教孩子不容易啊，那你们是最大的冲突是夫妻2个性格不一样呢，还是家庭背景不一样呢，还是怎么样呢？那你们有冲突的，最多的冲突的地方？我们最多冲突的应该就是在管教方面，跟孩子管教方面。那这里面就也都牵涉到，就是我们的家庭成长的家庭跟我们的一些观念跟习惯上面的差异。OK， 哪方面的差异呢？我们家是公务人员，我们家是生意人， okay， 所以我们的原生背景就不一样，原生家庭背景不一样。家庭背景不一样，那当然那个价值观也不一样啦，是不是？是。OK， 好，所以呢，你们结婚初期的时候呢，刚刚结婚还是蜜月期啊？有没有冲突？因为我们结婚很快就有小孩，所以加上我是都在军中，回去的时间都很短，所以我们的那种享受到这个新婚的那种蜜月的是比较少，因为我们甜蜜感比较少。对，而且我们很少有爸爸妈妈家。哦 ，OK， 但是我听说啦，听说你们2个怎么认识的呢？很浪漫的认识。那时候我在台北上班，那每个礼拜天我一定会回中立。那我们是在公路局金融号上面认识的。哇，那东部休假都会往台北跑。OK， 那你怎么认识？你们往台北跑，都往台北跑。你们的认识是因为同一个火车，还是同一个公路局车上？那是坐在旁边的吗？这样认识的呢，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发生？好，你说说看。我觉得缘分是一种很奇妙的，因为我上班呢很累，所以晚上下班比较晚，所以只要回中立，我公路局上面的公车啊，只要有位置，我一定是第一个坐下。但是呢，我已经算很慢上去了，很多人站着，我想说，
完了，没有位置了。可是呢，东部的旁边刚刚好就是那个位置，没有人坐，我就坐上去了。我感觉是上帝为我预备的。怎么样为你预备呢？你说。因为我的太太长得还算蛮可以的，所以怎么说很漂亮啊？还蛮可以的。要谦虚一点，就是上来一个美娇娘啊！美娇娘 ，OK， 好，你第一眼看到她，对，坐在我的旁边，我就感觉非常的幸运。有个美女坐在旁边。是。那你怎么可以联络到她呢？你用什么的方式来联络到她呢？我用我的眼睛余光。眼睛余光。那你怎么拿到她的电话号码呢？先观察看他的需要，因为我看他在擦鼻水，在擦鼻水嘛。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我打开了？因为那时候有的车子是没有冷气我就打开车窗。我那时候打开车窗，我就问他是不是因为太凉了，要不要我把窗户关上？然后呢？结果他说，他回答说不是因为太凉，但是我还是表示体贴，把窗户关上。男士的打开话匣子。所以你就把它关上来了。那之后你怎么会找到他呢？因为你们坐完车就要走了吗？上天赐给我的机会，我不可以轻易放过，所以在下车的时候，就跟这位坐在我旁边的小姐，要了她的联络电话。我要先说，我从来没有给过人电话，东部是第一个。我心里那时候还在挣扎，到底要不要给他，会不会太没有面子？见面第一次就给他电话。那就表示说他可能是看我坐姿端正吧。因为他很体贴，还帮窗户关起来，那你就觉得这个男士好像也不错，是不是？还可以还可以吧。基本上讲着一口字正腔圆的国语，我可以接受。字正腔圆的国语。对，我可以接受。他有没有穿军服啊？没有，穿便服。所以那时候你还不晓得他是军人？不知道，聊天以后才知道。所以你听到他是军人，你可以接受是吧？字正腔圆可以接受。字正腔圆可以接受，所以他是军人不是军人都 OK， 没问题。OK， 好。那从你们这样子的在车上认识之后呢，多久呢？你们开始拍拖啦？每天都有电话。哇，每天都有电话以后，对呀，每天就打到我公司去。我没有给他家里，我给他公司电话，我怕他来骚扰我家。因为那时候我不会骚扰你家。因为那时候我正在正规班受训嘛，那教的也就是战术战略，所以就是说要紧密的攻击才能够。那时候没不同的地方嘛，不同的城市嘛。对，我在桃园，他在台北，他上班的地址在台北，然后我在龙潭，台北桃园龙潭。那时候也是打长途电话哦。是，也是很贵哦。风雨无阻，每天。那讲了多长时间啊？1分钟啦。没有啦。吃饱了没有？都讲了他。你还好吗？20几分钟吧。没有啊，20几分钟，那这个价钱也蛮贵的。还有那段时间正好是梅雨季节，4月份的时候，每一天下雨，但是我风雨无阻。哇，那这个是跟我们另外一对也是这个电话呢很浪漫，常常打电话，那个电话钱也不少啊，投资了不少啊。好了，想问一下啊，你们结婚后，看你们那么甜甜蜜蜜的啊，那你们结婚之后呢，最大的冲突是什么事情？就是刚刚是说教育孩子，就是管教孩子，管教孩子，还有思想观念不一样。因为
我的家庭原生家庭是爸爸以前是军人，以前是军人，然后退役之后他就转任公务人员的职务，他管教我们非常严格，我们吃饭一定要坐在餐桌上，坐姿都要1/2板凳，吃饭的时候不可以有筷子敲击碗筷的声音，就是碗盘的声音，不能有这种所以从小就在这种比较严谨的家庭里面成长，再加上进到军队里面，自己被训练之后又训练人，所以就是比较一板一眼，变成比较严谨，比较一板一眼，那就会把一些习性带回家里面。真的哦。那碧霞呢，在你们家也不是这样子的话，你在他这样子的教育孩子这样吃饭的这样过程，你是不是很辛苦呢？很辛苦，但是吃饭是正确的那个我比较不会那个，可是有些事情他会很严厉，会很严谨，我会认为说生活本来就要开开心心的，为什么要这样子约束这个月？因为我自己的家庭在生意的家庭之下长大，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很幽默的，他们做生意很忙，他照顾我们都是看着抓大原则大方向的。那我也是觉得说孩子只要大原则大方向看好就好了，所以在管教孩子上面，这是常常我们两个最大的冲突。这样子哈，那也不容易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们夫妇两个人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环境啊，那维持这个35年多的婚姻呢，也是吃了不少苦啊，中间的风风浪浪也不少，磕磕碰碰的很多。磕磕碰碰的也很多呢，冲突也多多少少都越来越多，因为孩子嘛，4个孩子嘛，对不对？教4个孩子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一个冲击性也很多嘛，哈。好，那如果说以你们这个结婚30多年，然后呢也有那么多的冲冲撞撞，那到今天，你们会怎么样给一些年轻的夫妇遇到冲冲撞撞的时候，你有什么的劝勉啊？给他们的一些的提示呢？忍一时气，海阔天空。忍一时气，海阔天空。那这个我们这个漂亮的阿嬷呢？有一次我在杂志上，我听到沈春华他讲了一段话，我是觉得很好，给我很大的受益。他说夫妻之间呢相处如果做太太不要一直看重自己，然后以自己为中心。他讲了一句，他说让是在自己有选择能掌握的状况前提下，选择给对方空间。那忍呢，则是没有其他的选择，不得不的之下的结果，让的心情是坦然的，忍的心情是压抑的。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那个帮助。我觉得什么事情都不要争，尤其是夫妻之间。那我们现在3个女儿都结婚了，我们也立志要做好好榜样给孩子，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要有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我们要爱永不止息。尤其是年轻人呢，如果有争执的话，真的退到一步，大家冷静先过去。我们以前因为我比较好强，我是大女人，所以我绝对不会把这个吵架留到隔夜，我一定要当天的事情当天，所以才会有可以争执到3更半夜，这样子太可恶了，真的。从现在想起来，真的太不值得了。OK， 好的。我要感谢这段时间那个新冠疫情，新冠疫情这段时间我们培养了共同的兴趣，我们一起做包子做馒头那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在进行，我是感觉增进了我们之间的感情那一方面也是我信主之后神的话一直来敲打我的心。 OK， 很好。对，我就感觉所以
你们支持也是之前在台湾还没有信耶稣，是因为后来泰国2003年在泰国来到泰国，然后才接触到教会。是很感谢我们店里面有一个林大哥跟碧英姐带领我们信主，让我们全家都信主，才可以一路走到今天这里。感谢主哈，就是说更加就是说，因为神的爱帮助你们，就可以更加多的包容，让彼此接纳彼此的不同，就算有冲突，也忍一口气，忍一口气退让，海过天空，是吧？好，对，很好，感谢主啊！一饱百年身。好的你们这个阿公阿嬷呢，都还是保持很青春啊，很好啊，谢谢你们的分享啊。好的，我们等一下再有人call in的话，你们要回答问题了啊。OK， 谢谢你们。好，待会见啊。好，我们感谢主哈。现在就是我们这个3对夫妇啊，有不同的地方哈。一对呢是来自马来西亚，一对是来自中国，那另外一对呢来自台湾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真理堂呢，真的是充满不同文化的一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弟兄姐妹哈。那当他来的时候呢，从他们自己的在本族本家的时候还没有相信耶稣，那后来他们来到泰国认识上帝。那上帝就帮助他们在婚姻家庭当中呢，做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协调者，让他们更加体验到上帝的爱。所以他们说，爱是永不止息的啊，因为神就是爱。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我们先讲座。那在直播台直播前面的朋友们或者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听到他们3对夫妇分享的，或者是等一下我的讲座的一个投影片，那你们有些激发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抛出来。然后我们看看怎么样可以回应。我等一下还有一个 Q&A 的一个时间给你们，好吗？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座。我们讲座，因为刚刚有讲到他们是互补，那也有相克的地方。那怎么相克化互补呢？那怎么样来看？那我是觉得说，我们每个人的原生家庭不一样。那不论说你现在已经已婚的，还没有结婚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是有一些的一个指引给大家参考一下哈。那你在冲突当中呢，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冲突哈？当然不是今天全部可以讲完的啊。那我们今天是原则上会先做一个给你们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去认知对方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哈，那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呢你们可以留一下欢迎你们提出一些的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彼此的来认识哈，来了解。那你们可以再给我们大家呢有一个的等一下哈，我来帮助我自己先来找一个。这个时候主持人就出来了，因为主持人的老公回来了，所以呢，那好了，老公来说了讲话我来用我的投影片先，我们来秀一下，秀恩爱的。好，各位，我们刚才呢，大家都有听到对吗？偷偷透露一下，我们有3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是跟他们结婚的婚龄有关系，如果你记得的话，请你把它写下来。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哈，请你在下面回答。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呢，到最后我们会有礼物赠送你哦，会有免费的諮商服务，还有一个神秘的礼物，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最后，不要转台，千万。然后现在呢，我们上第1题，刚刚3对夫妻的婚龄各是多少？请你们回答。好，那我们把时间交回给我们的讲员，谢谢。好，大家好，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个直播室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来分享。这个时候主持人就要上来。直播要上来讲员找一下那个他的档案哈。那我们现场好像有一些杂音，大家有回答了吗？我好像看到，
那个 Dory 周是哪一位呀？你是哪里来的啊？谢谢你。然后看到好多人哦，帅哥美女都在上面。安琪、凯莉，你们写中文的我看得懂，写英文的阿瑞莎啦。哦，这个我就要念很久哈、哦。好，然后呢，我们有谁呢？我来看看，愿意跟我们说 hello 的，还有谁呢？这边有写了，有写吗？米辉夫妇有的已经有回答了我先不要公布答案哦。哇，有专心听哦，非常好，大家赶快来留言。刚才的3对夫妻，我再秀一次我的题目好了。刚才的3对夫妻的婚龄各是多少呢？他们的婚龄各是多少？还有呢，下一题好了，顺便偷偷公告下一题。这3对夫妻中，谁是浪漫邂逅？故意乱念哈。好，这3对夫妻谁很浪漫呢？好像都很浪漫，对不对？可是呢，有一对他们的相遇是非常的传奇哈，很多人写琼瑶小说的这个神奇的情节哈。好，那我们交回给我们。等一下，我还没有好啊，我那个投影片，等一下下。好，没关系。好，那我们再来继续哦，继续第3题也偷偷公布好了。好。那等一下呢，如果你有问题呢，想要问其中一对夫妻的话呢，你就写下哪一对，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尽量问哦。今天我们是深夜不回家，是吗？反正星期五，明天谁要上班的？没有哈，希望大家等一下呢，尽量有问题想要问其中一对夫妻的呢，你们都可以提出来哈。那我们请那3对夫妻再来秀一下名字好了，免得不知道到底要写给谁好吗？所以等一下，我们现在先请这3对夫妻呢，他们上场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了。好，我们来看一下。OK， 对不起，我的 banner 把你们的那个遮住。好，可以吗？因为我们是快闪哦。快闪就只有1秒钟。好，请你们自动下线我们不可以给他们公布太多答案。好，谢谢你们。好，那我们再来就欢迎我们的师母。对啊，给你了，你从你那边上网可以吗？可以的。我发到赖，刚才有啊，刚才其实有看到，刚才有看到的，对，刚才分享是有看到的，在这里直接的，有看到了吗？刚才有，刚才我们还在讲话的时候，有，对，所以再试一次哦。你那边可不可以看一看？我这里，好。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些有可以看到的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就看不到了啊，所以等于说我们要来重新再调一下啊。那我们接着讲那个夫妻的呢，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化相克为互补。那这个是一个一方面我们说虽然是说疫情的关系，很多人就在家里头不用上班，然后但是在家里上班，那我们怎么样去调试呢？一个的重要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也是说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呢可以彼此认识彼此接纳，彼此包容。那我们刚刚3对夫妇呢，他们的表达呢可以看到，好。看到了没有？那个 Esther， 不好意思，没有在上面。
我们要对，就是刚才分享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有了。好，可以了吧？看到了吗？感谢主，可以了。可以了。OK。好，那我们呢争取时间哈，大家还可以 OK。那我稍微也是介绍我自己一下啊。那我的先生呢是王兴基牧师。那这样子呢，因为我跟他呢相识呢，他来自香港的。当时我们认识的时候呢，他只说广东话，他会讲潮州话，他会讲华语，但是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哦。啊，讲英文呢？那我来自台湾，我只说华语，我不会讲广东话，我只会说闽南话。那跟他在一起呢，当然偶尔要讲英文啦。所以你可以看到荧幕呢，就是王牧师呢，生前的王牧师呢，很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两个都上了年纪了啊、哦。我们结婚呢，我们是1982年结婚的，所以将近你们算38年了啊。好，那我们就说这个匡文化，刚刚我们在问到说3对夫妇都来自不同的国家。那刚刚那个主持人呢就在访问我说，我们家是联合国嘛，对不对哈？所以我老大呢是跟瑞士人的结婚，那我这个大女婿呢，他本身父亲呢又是叫做黎巴嫩人，大马士革那边哈，耶稣出生的地方，然后他妈妈呢是比利时人，所以他也是一个跨文化的国家的孩子出生的啊。那我二女婿呢是道地的美国人啦，所以他们结婚的时候呢，也是很多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啊，所以我更加了解，在做婚姻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把这个文化不同、文化差异的不同、背景的不同呢，都要带进去了。有些时候我们都常忽略掉了啊。好，那我们说夫妻大不同，你们觉得夫妻大不同在哪里呢？有哪些不同点呢？那我们说夫妻大不同，但是它的相同性呢？譬如说我们刚才那3对夫妇啊，3对夫妇呢都是华人，他们是相同性的啊，讲华语啊，这是相同的啊，这是在相同性的啊。但是呢，相似性，譬如说个性很像，大家是外向或是内向啊。譬如说这个蒋弟兄呢，他们夫妇2个就比较属于内向型的啊。那这个明辉夫妇呢，喜欢钓鱼的，比较是属于外向的啊。那当然了，东富跟那个碧霞呢，2个是一个外向一个内向啊。然后家庭背景很不一样，对不对？他们就是他们的独特性的啊。那事实上夫妻大不同，有很多的不同点，但有些时候呢，夫妻2个人相处的时候呢，常常忽略的你们的相同性，还有你们的相似性，还有你们的独特性。那独特性呢，就会带出一些的火花来哦。那是怎么样的火花呢？那等一下我们会再继续讲下去。那来看看哈，给你们看到这个图画。我们每个人婚姻呢，譬如说刚刚他们有人结婚呢，事实上我们本来还要找一个年轻的，不过我把它放在下一次啊。有人刚结婚1年的，那我们就说他为了新婚甜蜜期。那如果说结婚呢，譬如说这个蒋弟兄夫妇，他们2个呢，虽然是说结婚了14年啊，他们呢现在还是属于什么生活打拼期，带着孩子来到泰国打拼啊，对他们的婚姻。但是他们2个就是比较可以彼此包容哈，那性格上比较接近哈。那中年的进潮期呢，那你说这个明辉他们年龄是中年啊，但是呢他们的婚姻呢也是在13年哈，他们还是进潮期吧啊。那我们说这个碧霞啊，东富跟碧霞呢，他们2个人呢现在到哪一个时段呢？老年相伴期了，因为他们是空巢期嘛哈。那你们说他老年吗？他应该是属于那壮年跟老年中间了啊，中老年了啊。好，这个婚姻周期的调试啊，每个人的调试不同，对不对啊？那我们来看看啊，那还有一个呢，婚姻生活的品味。刚刚是讲到说婚姻的周期哈，那婚姻的生活的品味，新婚的阶段是甜蜜蜜。那早期的阶段呢，就像喝果汁一样甜甜的啊，但是还带点酸。但是到了中年的阶段呢，品茶嘛，坐在那里享受啊，喝点茶。但是到壮年阶段呢，是醇酒啦，那酒呢越醇越香，是吧？
那到老年阶段呢是纯水了哈。那你们可以去衡量一下啊。如果说在直播前面的朋友们或弟兄姐妹们，您的婚姻呢在哪个阶段呢？啊，可以跟你们的老伴讲，哎，我们在哪个阶段呢？可以想想你们是不是在那个婚姻生活的品味在哪个阶段呢？是在香茶的阶段呢，还是纯酒的阶段，还是纯水的阶段呢？啊，好，来，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下面的话就是说每个人的阶段是不同，但是呢，当然也有它的冲突点。那我们接下来讲说这个夫妻之间的大不同啊，有相克的地方啊。那我们要了解男女人呢，女人跟男人的差异。有些人结婚之后呢，我们曾经做过的夫妻营啊，有些人后来才知道说，哇，我的老公跟我老婆真的跟我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来看看男女的差异是什么啊。我们说男人呢像水牛，女人像蝴蝶什么意思啊？男人就拼命工作啊，工作。如果说太太不用工作的话呢，那男人工作很辛苦，那就让太太呢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啊。那老婆打漂亮的话，老公说这是我的荣誉啊，因为我赚钱让他打扮的漂亮了啊，是不是啊？那当然就是说男人呢，你要打扮漂亮很少的啦。那我们说男人呢，他像梯子一样直直的，不会拐弯的。女人呢就像圈子绕了一大圈啊。比如说呢讲话呢也是绕一大圈才会讲到重点的男人是直截了当的，对不对啊？跟着呢我们说男人像方格饼，女人呢像炸酱面缠在一起。男人呢是很利落的，干干脆脆的啊，切开然后就你一片我一片，就不要纠缠在一起啊。但是女人不是，哎呀，我们好朋友嘛，所以为什么那么说会有女人很多的闺蜜，就是很多话要说的嘛，啊，那纠缠在一起吧，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说这个男女呢沟通的差异啊，你们觉得一下，你们看看你们的沟通差异在哪里啊？男人在沟通讲话呢是浓缩的，讲重点的；女人呢讲话呢是扩展的。男人说快说，1点、2点、2点、3点，讲好就好了。女人不是，女人说怎么可以啊？我第1点就好多话要说，这个呀啊，比如说隔壁的人来跟你借东西啊，我跟你讲，他跟我讲这个东西哦，啊，还有讲到他们家的事情哦，哎呦怎么样，这是扩展的啊。女人沟通的方式差异跟男人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男人呢是讲话沟通呢是重结果，女人呢是注重过程。男人说快说，那你去买东西买到什么？女人说你那么快问我买到什么，我告诉你我今天遇到谁耶啊，谁啊，那怎么样，那一定要讲这个东西，他不会立刻马上跟你讲结果的啊。所以呢，所有男人女人他们有时候常常在这个沟通方式上面会处一些冲突了。那男人的沟通是怎么样？很理性的，我认为是这样就这样了。那女人不是，你不能这样说的啊，太理性了，这样不行的。你要知道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哟。所以呢，男人是我认为，女人是觉得我感觉哈。所以夫妻之间要彼此认识，你们的配偶他的沟通跟你的差异有多大？是类似吗？还是不同？那还有谈话的内容，男人呢是谈事物，女人是谈感受。男人呢是简报重点，女人是分享很慢谈，对不对？他要讲好多才讲到男人所谓的重点啊。然后呢，男人呢是浓缩的，女人是扩展的。男人是重视结果，女人是重视过程。男人是解决问题的，女人是重视交流的。那男人讲话要有理由，女人为谈话而谈话。男人说有什么话要说啊？什么原因啊？女人说不是啦，我就想跟你讲话嘛，你就听我讲话嘛。你看两个人都不同的啊。那比如说那个我们讲说女人呢喜欢分享啊，慢谈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如果说男人通常是说那天我记得哈，上一次最初的时候呢那个病情发作那个疫情哈，新冠状疫情发作的时候呢，马来西亚的那个首相就想说，好了，女人都不要，以前都是女人去商场买东西了，现在呢疫情的时候不要那么多人去买东西了，就男人去帮你们家买东西，就丈夫就要去买。
结果呢要太太写那个购物单，结果后来每次先生去买回来之后就被太太骂，我叫你不要买这个，你为什么买那个？你看到名牌没有？你看它牌子没有？所以你看啊，如果平常家里买东西是太太买的话，突然有一天要老公去买东西的时候，那就有好看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呢，在谈话的差异，我们要去认知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谈话的差异有什么不同哈。那我们说还有呢，夫妻之间有什么的差异呢？个性上的差异，个性上的差异，你的配偶是什么样的个性呢？啊，我们刚刚讲的说，他们有一对呢是外向的，有一对的是内向的，是不是？啊，那外向跟内向是很不同的啊。外向的人呢，他就会很容易去跟人家互动，有很多人去做一些的比较激烈的一个行动。那内向的人就宁愿在里头不动啊，不去跟人家有人的互动啊，或怎么样的。但是呢，还有呢，我们这边解释哈，我们这边会很多时间来讲这个部分。有些人是掌握型的，有些人是影响型的，有些人是谨慎型的，有人是稳定型的哈。那这个个性呢，我就留在说我们以后呢开继续讲座的时候会多说多一点啊，我们会开这个课程哈，你们慢慢的等待好吗？好，那我们说呢，有些时候夫妇之间哈，我们常常忽略这件事情，这个我是常讲的，我们夫妇之间不论你结婚多少，或者是来交友的朋友，如果说你今天还是单身的，我们跟人的互动呢，通常我们说呢，我们就用那个冰山理论吧，从这个水平线来讲的话呢，我们通常呢只是看到人家外表的行为，他的行动，你就觉得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你们都没有看到他水平下面的，包括什么？他的沟通的模式，他的感受，还有他的观点，还有他的期望，还有他渴望被爱啊，他渴望被接纳，他渴望自己有价值的，甚至最后呢，在底层的，很在乎自己我是谁。所以我们通常说呢，人在看到人的外表呢，行为呢，只是达到人的10%啊，在水平线下面就是10%，事实上90%的很多的夫妻都没有达到下面去的啊，所以你们可以夫妻去商量一下，我了解你有几% 呢，在水平线上面呢，还是下面哈？所以等于是说，这个就是冰山理论的，就是说我们在差异的当中，我们常忽略到了哈。那我用一个比喻，夫妻在沟通的时候，他们夫妻冲突的时候，他的冰山是怎么样的情况哈？你们可以看到，我举一个沟通的形态给大家认识一下。夫妻冲突的冰山，好，你看哈，这个冰山呢，这个先生呢是属于沟通形态的时候是指责型的，太太呢，她的沟通形态呢是讨好型的。那我们讲说一个冰山理论的话呢，它反映的模式就是指责。我花我的钱，我还要跟你报备吗？太太说，算我求你好不好？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少喝一点酒吧。啊，那先生呢的反应是什么？他的感受，他觉得说老婆跟他讲说少喝点酒，他就觉得自己被约束、被要求，啊，怕被压抑。但是太太呢是讨好型的，就委屈了，忍了很久才说了那一句话。但是呢，在他的男人在信念跟他的假设的当中他是觉得说，男人做事女人别过问，这是一个男人，他是属于那种指责型的话，他沟通会是这样的思维，他的冰山理论下面的思维啊。那女人呢，她说我为了这个家我可以忍啊，但是呢，男人他的期待是什么？你不要管我可不可以？但是他没有说出来，他只是说我还要跟你报备吗？事实上他内在是说不要管我可以吗？但是呢，太太内心他还没有讲出来的话，就说能不能不要再这样？他只是说你就少喝点吧。但是男人他说的这些话，他最重要的渴望是什么？是被尊重。但是女人的需要是什么？安全跟稳定的生活。那男人呢，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期待，他就觉得如果他不这样，他被压抑的话，他就显出他是无能的。但是女人她就会觉得我是无力的。所以你看，在夫妻的冲突的冰山呢，我们要去了解
到底在下面的东西没浮在水面上的东西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不要只停在一个层面上面哈。那我们再看看哈，在沟通呢，我们说沟通呢，人在沟通嘛，我们今天虽然不是讲沟通，但是夫妻的一个相克跟互补呢，通常也是处于在沟通的出现问题哈。那我们当然也不是讲到冲突，但是我们今天是点到一下，相克通常是在冲突上面，我不能接受你的想法，我不能接受你的做法，我不能接受你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说那个碧霞跟东富啊，一个是用严谨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但是呢另外一个家庭呢，碧霞他们家庭是自由的、幽默的，所以等于是不同的一个形态嘛哈。那怎么样去互补呢？怎么样去把它包容呢？那就是大家要去有一个我们的互补的一个关系哈，怎么样去认知哈？这个认知很重要的啊。那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沟通，一般的夫妻的沟通呢，你们看看你们的夫妻沟通呢会在什么层面呢？我们说呢，一般的沟通的5个层次啊，早上起来，老公老婆昨天睡得好吗？啊，这是寒暄嘛。然后就哎呀，昨天扭到颈了，哎呀，昨天睡不好，做噩梦了啊，这是事实啊，他告诉你事实。那老公就会说怎么啦？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然后他就要说他的想法了，那跟着还要说他感受了，然后能不能做到一个透明的敞开呢？所以呢，每个人的沟通层次呢，你们夫妇的沟通层次定在哪里呢？你们沟通的层次只是停在寒暄呢，还是事实，还是想法？然后感受跟透明敞开呢，是还没有进到那个层面呢。事实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是说夫妻呢，结婚越久呢，应该是越了解对方的感受，越敢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越敢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以至于呢，不用说呢，对方都看得到了啊，就是透明敞开了哈。所以等于说，在夫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沟通呢，有这方面5个层次啊，就是给大家一个的参考。那我刚刚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那个性格上的差异啊，这是这几样的啊。有人是快步调的，不晓得我刚刚没有问他们哈，你们看看他们3对夫妇啊，都是一样的吗？同样都是快步调的吗？还是任务导向的？还是一个快步调的是人际导向的？还是一个慢步调的是人际导向的？还是慢步调是事物导向的？每个人他有他的不同的出发点，还有他的原生家庭有不同的哈，所以等于说在夫妻之间就可以互相先认识一下对方，特别是刚刚结婚的，你们可以多了解一下，可以彼此互相问一下对方，哎呀，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呢？你们2个人彼此是不是这样子呢？哈，那大家多了解到一个水平线面，就是说呢，冰山理论的水平线下面的东西你们还没有看到的啊。好，那这个性格的差异啊，这是说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的实体的时候来讲这个9型人格是比较好玩的啊。在线上讲呢就带不出去，帮不掉大家哈，只是一个听而已啊。那这每个型号呢代表一个性格哈，那这个是大概每个人性格不一样的，很少一对夫妇是一样的性格的，很少。但是如果多了解对方不同的性格的时候呢，大家都比较可以懂得怎么样去互相的包容，互相的接纳啊，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来学习的。那刚刚这个东富呢，他也讲到说他跟碧霞他们2个人的原生家庭的差异是蛮大的啊。那我刚刚问他们2个人呢，还有是排行呢，角色的定位，就是说你是家里是你是男的是女的，那有些家庭呢是很注重重男轻女，对吧？那当然还有是排行也是会影响到夫妻的互动啊。我们刚才就说，如果说你男的是老大，女的是老幺，那几乎呢老大做主还是老幺做主呢，有不同的解读，对不对啊？那还有生活的规范啊，比如说他这个生活规范呢，碧霞他们家是自由的，那东富家呢是严谨的啊，那个生活规范就很不一样了，那就是在那个冲突点上面就出现了啊。那当然还有关系的互动，你们的互动关系就是说你们的沟通方式又是怎么样呢？还有宗教信仰，那很不错的是感谢主他们3对呢在结婚前都还没有认识上帝，结婚后呢来到泰国呢，他们才一起信耶稣的。那当然就是说明辉跟梅秋呢，是梅秋先到教会去，但是呢明辉呢就假期就去钓鱼了。但是呢后来呢明辉他接触到教会之后，他信主了。他信主之后呢，他就不
不是不去钓鱼了，他就不会用礼拜天去钓鱼了，他礼拜天都到教会来参加聚会了哈。所以等于说这个我们每个人原生家庭的差异呢，都会影响到夫妇的互动关系哈。那当然我们就是原生家庭，我们以后会再开一个讲座哈，然后大家来讨论一下哈。那现在有问题问大家了，你们可以回应。你们彼此了解彼此对方吗？夫妻之间，你们了解你们原生家庭的差异有多少吗？OK， 这个是你们夫妻可以回去商讨的哈。那当然我们今天是一个直播，我们当然无法就是说我们可以讨论啦，但是呢你们可以在那个回应写一下啊。你们认为哈，夫妻个性较相似或较相异哪一种好？见仁见义的啊，大家可以回应一下，个性相似好呢，还是个性相异比较好呢？OK， 这是我们没有时间讨论，但是你们可以在下面回应啦。我们说互补跟相克，人需要相异性的互补，你补我的不足，我补你的不足我跟牧师两个人呢，我们两个人是可以说相克的我们相异性很大的，我们的家庭背景也不太一样的，我们的个性上也不一样的我们的生活形态也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的相异性，我们的学习到说怎么样去互补对方的不足。那相异大互补大比较难相处，那当然就是说你难相处的时候，你要找到一个好相处的解决方案。一般人呢喜欢相似性的互动，相似大呢互补小，所以比较容易相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3对夫妇，你们觉得他们哪一对跟哪一对大家去看一下那当然一般人都喜欢相似性互动啦，因为比较不会那么多的火花吧那相处比较容易那再另外一个问题讨论，问大家，夫妻能否改变对方？你们觉得呢？可以吗？这个就是抛给你们的问题夫妻可以他可以改变对方吗？好，那我这个有一本书呢，给你们看一下，参考一下有一本书的名叫做 How to Change Your Wife in 30 Days， 中文翻成说如何在30天之内改变你的太太。结果这本书呢一出门了，哇，1个礼拜就狂卖了200万本后来呢，直到这个作者发现说这个书名拼写错误，因为这本书是英文的，它正确的应该是说 How to Change Your Life 他把他 wife 打错了变成一个 life in 30 days， 所以他把名字改过来之后呢，如何30天内改变你的人生呢？改正后整整1个星期呢，只卖了3本书所以你看到人的需求在哪里，要快速找到方法怎么改变他太太，因为他太太让他很头痛所以就是说你看人的心呢就是希望改变对方但是事实上呢，我们无法去改变我们的丈夫，也无法改变我们的太太，只有上帝能改变，还有只有他自己愿意改变那夫妻差异怎么办呢？第一个，了解彼此的差异。第二个，接纳他跟你不同的差异，不同点，接纳他跟你是不同的，男女本来就是不同的，没有男女是相同的，男就男，女就女嘛，对不对？这就是不同的嘛接纳大家不同的差异嘛还有呢，互相的调试就像说我们碧霞跟东富他们2个是很大的差异，他们了解之后，他们接纳，然后互相的调试互相的调试。譬如说碧霞到后来说她是学习了一个忍耐包容接纳。还有呢，夫妻差异事实上差异性大呢，彼此需要更大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蒋弟兄呢跟小红呢，他们2个也是一样，明辉跟那个梅秋也是一样，来到泰国呢，人生地不熟，不会讲泰文，所以呢彼此需要就把这些的摩擦呢先把它放一边彼此需要，互相依赖，互相包容那还有呢，很重要，彼此欣赏，因为上帝创造人嘛，那既然上帝按照他形象造我们每个人都有他上帝的特质，
我们就欣赏他跟我们的不同点。夫妻虽然有多么的差异，但是呢，婚姻也能有多么的美丽。你再回头一看的时候，再回头看一看差异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说，上帝把一个跟你差异很大的配偶在你面前，就是要你去欣赏上帝创造另外一个人的一个特质。从一个角度去想的时候，你发觉到上帝就让你的婚姻当中擦出火花呢，那就是一个很美的啊。我跟牧师呢结婚38年啊，我们两个很大的差异，那我们两个彼此欣赏，他跟我不一样，我也跟他不一样，那我们就发觉到说，感谢上帝，那我们从对方跟我不一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加体验到上帝创造人多么的美好啊！当然说咬牙切齿了啊，但是呢，带着一种欣赏的眼光的时候呢，那个差异呢就不算是差异了啊，所以那个婚姻就能多么的美丽啊！好，那我们说圣经怎么说？事实上呢，上帝也很爱我们，他呢把那个神的话留给我们，他说什么？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他从圣经的传道书9章9节。事实上呢，他这边讲到说快活度日是讲到性方面的，在性生活方面。那到今天我们不讲性生活啊，这个是以后的课题啊。你看我今天抛了好多课题啊。那我们可以从相课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接纳，然后达到互补呢？那当然就是要有神在我们当中做一个磨合的一个角色啊。经文箴言怎么说呢？24章3到4节，家庭呢建立在智慧和谅解的基础上，有神的智慧。耶稣说，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他便是聪明。我们认识上帝的智慧，他愿意祝福我们的家庭，但是呢，他要我们彼此学习谅解。所以呢，智慧跟谅解的基础上，有知识的家庭屋中必充满贵重的宝物。所以这是上帝的祝福，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然后用上帝给我们的爱去谅解彼此对方，然后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来管理我们的家。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很重要提供给大家的啊。那我们就要带来最后的一个尾了哈。婚姻呢是又真又活的生命学堂，我们从一出生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啊，在学校学习知识，出了社会呢是学习人生的经验，但是呢，婚姻呢是让我们学习生命，怎么样从对方的生命当中跟我的生命当中怎么溶解，发展出一个美满的家庭，也是一个生命。你有后代了，你有孩子了，那就也看到另外一个生命出来了。所以婚姻呢是让我们学习生命的一个学堂。那婚姻呢又是长大成人最后的机会，对不对？我们从小学、中学、大学、社会，然后进入婚姻的时候，你从其他的社会学习不到一个夫妻之间的关系的，你学习不到的。但是在婚姻当中，就是你学习长大成人的最后机会，承担责任，怎么样委身你的丈夫，委身你的妻子，怎么样去教养神给你的孩子，这就是我们在长大成人最后的机会。所以我常常讲说呢，活到老学到老啊，婚姻是我们长大成人最后的机会。所以呢，这句话也希望送给大家，婚姻是一生的学习，所以一生到主接我们那时候继续学习吧，总永远没有晚的时候啊。譬如说碧霞跟东富他们结婚35年，我结婚了38年。虽然说我牧师已经先到上帝那里去了，但是我还是去学习，因为我孩子还跟我在一起啊。那你们呢？譬如说结婚35年的人呢，你说他们停止了没有啊？他们还继续学习啊。他们说他们最近怎么样？疫情的关系，要谢谢疫情哦。这个新冠状疫情让他们困在家里不能出去，他们就学习夫妻2个人一起做包子，一起做馒头，互相学习啊。那我们另外一个年轻的夫妇呢，在家中呢互相的练习运动啊，就是凯莉跟安琪，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在不同的阶段学习不同的东西。
所以婚姻呢是一生的学习。然后呢，请大家珍惜，夫妻是一世的珍惜。如果你跟你太太、跟你先生一起听这个课程，好好跟他说一声谢谢你，我爱你，我要一世的珍惜你，这是我们要彼此学习的哈。好，愿上帝赐福大家。我这个课呢，我们就短短的讲座30分钟哈。那我们下面呢就是 Q&A 了，我不晓得这个主持人有什么的 Q&A 要给大家的哈，我就交给大家来看了哦。好，谢谢师母，非常的开心哦。好，我把它名字共享。OK 哦，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来闹的，那你觉得我们两个是冲突还是相克，还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完全我的手在这里呀！原来是 Kevin 在后面，非常开心哈！听到最后一句，考大家写下来哦。师母说：“婚姻是什么？”请大家现在马上写下来。婚姻是一生的什么？再提示一下，婚姻是什么的学习 ？OK， 好答案了。所以呢，如果你写不下来，今天不能够下线哈，要继续留下来辅导哈。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题目哦。好，刚才3对夫妻的年龄。婚龄，刚才在师母后来呢也有偷偷的提示大家了哈。那请问3对夫妻的婚龄各是多少？我们要请他们3对来公布一下答案。那我等一下他们现在我要看几点哦？现在开始回答的都不算了哈。好，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哈。那我们请他们出来说说看，是几年呢？好，请公布答案。东富、碧霞，请问你们是几年呢？35年，6个月。答对了吗？答对了。35年，好，再来，请问明辉、梅秋，你们是几年？13年。13年，比我们还要年轻。我们到现在已经在玩这个了，娃娃都出来了。OK。好，谢谢13年年轻的夫妻。好，再来下一对，请问蒋弟兄夫妇，你们是几年？14年。所以刚才有人答对了吗？有人3个都对的吗 ？OK， 谢谢蒋弟兄夫妇。14年，跟13年好像没有差多少，都比我们还要少。OK， 好，那我们的下一题呢？谁是浪漫的？他们就是有一点像小说似的，虽然都很浪漫哈，但是有一对特别的，他们我在标题上面有写浪漫的认识的，请问是哪一对呢？好，我们现在要公布答案了哈，请他们出来。有人还要写答案的吗？还是我不要公布？我来看看哦。刚才我们在线下哈有看到，很好谢谢，有很多人回答了哈。夫妻是一世的珍惜，哇，婚姻是一生的学习哈，大家都很认真在听哈。OK， 好，那个我们自己人回答，好，这个是答案，承认吗？承认是很浪漫的。OK， 谢谢你们。好，再来呢，第3个，你们有没有问题想要问他们的呢？刚才我们说，就是你们如果有问题想要问其中一对夫妻的话呢，你们现在还是可以留言哦，然后我们就会请他们上台受询问。答对了，当然有奖品啊，奖品等一下马上送去，好吗？那个安琪说公车爱情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很懂。OK， 公车爱情了解了，说的是那个刚才的浪漫爱情，公车爱情是吗？好，那还有人要继续有人要问问题的话，你可以继续问哦。那我们再来广告一下哦。那
看到最后的有福了。好，如果你看到最后的呢，你就可以扫这个条码，进入我们今天这3对，还有跟我们的资深讲员艾梅师母的夫妻群组哈。好，那请你扫码加入我们的群组，会非常多的好康在后头哈。那我们在上面呢会继续讨论，然后提供给大家更多的讯息，有关夫妻的，或是你在上面有问题的，我们就可以联络辅导员啊，联络师母，然后呢跟你有进一步的免费咨商，对吗？刚才我说听到最后的送1次免费咨商，对吗？可能不止1次哦，如果你有加入的话，非常难得的机会哈。好，大家都扫完了吗？扫完条码了吗？可以了吗？啊，再给大家演一下，有人要出来演一下，要说一下话吗？一直在后面演的。OK， 好，那我假装大家都扫完条码了哈，那欢迎大家加入，然后也欢迎你在上面跟我们继续讨论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预告一下，下周6的讲座。好，有人想要看我们夫妻出糗的吗？还是看我们演戏的吗？下周记得下周6下午3点哦。哦，我看到问题了哈。好，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如果你想要报名的人呢，你可以留言哦，在下面来报名。好，刚才有人有问题哦。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是什么啊？三对夫妇另一半。这是考验我的老花，最难忍受的缺点是什么？哈，哇，3对夫妇哈，接受考验哈。好，3对夫妇，请问另外一半最难忍受的缺点是什么？这个能不能公开呀？怎么样解决？你们赶快在线下讨论一下，可不可以公开对方的缺点呢？这个，好。这非常艰难的题目哈，好，那个我们先请我们的讲员来回答这一题，给其他3对时间考虑一下哈。你说缺点啊，有些时候我们常讲说缺点是优点的另外一面了啊。那如果说当然了，夫妻之间呢，每个人有不同的差异。每个人有不同的你忍受的不好的地方，譬如说有一对夫妇，这是真实的事情。有一次呢，我去讲课，那也是讲夫妻讲课，就有人举手，他说王师母，你说对了，我们家的那一半呢，刷牙啊挤牙膏永远都不着边的。我告诉他挤牙膏从下面挤，他说我老公常常那个挤牙膏从中间挤。我说那你结婚几年了？他说你结婚20多年了，他不能改。那我说他说你们每天就为了牙膏的吵架去了。他说是啊，他说还不是很简单嘛，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做解决方案呢？我说看牙膏统一嘛，一人买一个牙膏。不管它挤中间都好了嘛，是不是啊？挤下面也好，挤中间也好，至少你有一支牙膏，他有一支牙膏，就不要吵了嘛，是不是？就是说有些人他们的重点不同，那有些人说不行了，我一定要跟我老公分开睡觉。我说为什么？他的鼻鼾声啊，每天他是像那交草叶，他说他睡不着觉，最难忍受的缺点啊，所以呢，他们要学习。那后来年纪大的人说，对呀，你老婆，你不要怪我啊，你睡觉也有鼻鼾声呢，鼻鼾声啊，只是我没有讲你而已所以你看，每一个人啊，每一对夫妇都有他们自己难忍受的。问题是说，你从什么角度去看他，你能不能接纳他，能不能不是帮他改，找出一个解决方案，就像我说那个挤牙膏的情况一样
他们只要去解决方案，就是去买另外一个 S 牙膏，老公要怎么挤就让他挤，老婆要怎么挤就是这样挤，对不对啊？所以等于说，我们说那个夫妇两个人呢，有些时候呢，就是像一双筷子一样，谁也少不了谁啊。然后呢，有时候我们说老公老婆呢，夫妇两个人就像跳舞一样，当然有些人会跳，有人不会跳舞。那如果跳到那个华尔兹，一前一后，如果他不行，那他要往退后，那你不退后，两个人拉开了。但是一前后，那他一前的话就踩到脚了。那等于说我们互相互动嘛，互相学习，有要前有要后。那你怎么样去？因为不同的缺点，在每个家庭里头，不同的夫妇当中有所不同哈，这是我分享的啊。那我们那个3对夫妇，哪一个要先上来说说呢？还有没有其他要讲的啊？怎么解决呢？好，我们自己来讲，我们没有被问到，但是我们要争取给别人争取一点时间哦，因为我们要讲这个呢，我讨论很久，我刚说，那个老公的回家的时候，袜子老是放在地上，OK， 然后怎么解决的吗？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然后我老公说没有解决，还是一样，只是我现在没看到了。眼不见为净啦，已经剪习惯了，然后就后来好像也没对，眼不见为净，很好笑，没有串场的啊，有人举手，他们愿意先上来的样子。OK， 好，先上来。我有举手吧？啊，我举手吗？好了，你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吗？另一半最难忍受的缺点，谁要说啊？是 B 小要说，还是豆腐要说？东部说好了啊，我本来是想说是一样是挤牙膏啊，牙膏 ，OK。因为其实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他什么事情他都要规规矩矩，不管东西他要放在一个地方，做什么事他都要一板一眼的，这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忍受的就是他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我要事事有定规，物物有定位，那所有的一切是要有规律，因为我是军人啊，那纪律一直以来就是我把它摆在第一位的，那其实从日常生活一直到教导子女，那我也是把它定在这个需要努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件事情上面。我是觉得生活不要这么严肃啊。如果要收碗筷的时候，他就说这个长汤匙呢就应该摆在这边，这个短汤匙，那你知道吗？现在还这样子。所以你还是过了35年，然后我就会我知道了，还是一样，因为你有你的坚持，他有他的做法，所以说就退一步海阔天空，和平相处就好了。OK， 好，谢谢你啊。其实有很大的让步了啦。很大让步了啊！你改变自己了，瘦身了啊，转身不看，眼不见为净啊。自己拿起来做就好了。啊，对了，没错了啊。好，谢谢。我们有另外一对夫妇要回应了。好，来，明辉他们要回应了。嗨。好，你们说吧，不能忍受的缺点。其实我们也不是说不能够忍受。就是说，我们就拿一个大家最普遍的缺点，就是说打鼾声。打鼾声的。打鼾声其实打鼾声男女都会打鼾。对。那么打鼾声对我们来讲，反而不是缺点。因为我们很享受打鼾声。没有打鼾就觉得说好像少要一样东西，是不是？
感觉到他睡得很甜。哎，他是穿棉裙了。对，比较有安全感。哦，有安全感。好，不错不错，很好。对，我们就可以接受了啊！我要结婚那么多年，已经接受了。对，其实觉得说 OK， 就是说缺点的话，就是用欣赏他的缺点，你就能够解决那个缺点。对我们是先睡，谁就有那个优惠可以先听到。每次是我先睡。哦，你先睡，所以他要先听，看谁先睡。他有优惠，他有得听。那么有时候我本身呢，我还会他打鼾的有时候是太累的话，就打鼾比较大声哈，那我就偷录起来，那么隔天早上还送信息给他 morning。不错，那也是生活的情趣了啊。对。对，我们就把这个缺点化成一个幽默，把它讲完了就 OK 了啊，就不要那么在意嘛，是不是？OK， 好，谢谢你们。好啦，主持人，好，你们要说吗？啊，我讲，你先讲吧。我觉得可能就是有时候，做事情吧，然后因为我喜欢是那种，就是先把事情做完之后呢，然后你再比如说你可以再玩呐或什么之类的。他呢就是属于那种，反正就比较随意一些，然后有时候我就很着急，然后也跟他沟通过，他就会说啊没有什么呀，反正他意思就是说。他一切尽在掌握那种感觉的，有时候我就很着急，所以说现在我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我说好，那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反正你自己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就 OK 了，就是这种，所以你就不用等他了，你就自己先做好了。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反正就是分工就好了，就是这种，这样子是吧？好的，好，谢谢你们 ，OK， 好，谢谢。好，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还是主持人你们夫妇两个要不要现身说法？哎呀，说到这个就是下次的预告了，我们再那 Kevin 是你们像 Kevin 同意是不是？同意什么？同意什么？我还这就是冲突，没有同意就已经决定了。被出卖了就同意什么？因为现在他说同意下礼拜六。同意下礼拜六哦，你看搞不清楚状况的老婆所以这叫互补，我们两个是互补。你帮他记得。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个礼拜的广告，就是呢，这是红毯两端的系列。那下礼拜是第一堂哦，就是如何找到那个他。是怎么样找到你的良人的呢？那欢迎你也跟我们报名哦，你可以到现场，就是线上，像今天这样子上线。如果有先报名的话那就欢迎大家来参加下个礼拜六3点准时开始的座谈会。那以后我们每一个礼拜呢，我们就会持续开一场座谈会，那也欢迎你写下你最想听什么主题给我们那我们的讲员呢，他非常的资历非常的丰富那我想你写出来的主题他应该都可以讲那我是很想听9型人格然后呢，当然很多人很喜欢听我们两个的八卦，对不对？我们怎么认识的，是怎么结婚的这样子。OK， 下礼拜六啊。对，好，那一定要来哦。那不用担心，礼物绝对会送给你刚才有答对，我要回去研究一下谁全部都答对还有参与奖就是非常热烈的参与讨论回答的那我们现在要请所有的人出来跟大家谢幕非常的，大家非常辛苦他们这3对很紧张这个礼拜几乎每天都在练习。每天都怕自己讲错话，每天都要练习还要预演这样子。好，那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跟大家说吗？好，你们每一个人每一对先说，明辉先说。好，晚安。晚安。
该睡了。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很高兴能够参与第一次的那个直播。哎，不错，就是刚开始蛮紧张，后来就蛮好玩的。蛮好玩的。欢迎报名参加。对对对，就是刘大哥和皮小姐，你们就不要这样子紧绷嘛，放松放松。他们是军官跟公主，是军官也是军官。这个能够演一部连续剧的。祝福大家恩爱哦。一生的学习，一世的珍惜。哇，努力！满分的学生，我们一起说吧，婚姻是一生的学习。夫妻是一世的珍惜。对，夫妻是一世的珍惜啊。好吗？哎，对，我们家呢是爱的窝，不是战场。啊，好好把握我们的家啊，家不是战争的地方，家不是吵架的地方。OK， 所以我们是家是爱的窝啊，我们爱我们的家啊，守住我们的家。OK， 好，上帝赐福大家，谢谢大家，拜拜。哦，记得加入大家晚安。那我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赖群组，记得加入哦。好，请扫码哈。如果可以的话呢，请你扫码加入我们的群组，让我们可以继续。诶，我的荧幕OK， 以为有扫码的。好，这个是我们的夫妻群组哈。那我们3对夫妻，还有我们的讲员呢，都已经在这个里面呢。那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哦。赶快！第一个加入的，我们又加码赠送，加码送什么呢？哎，听说刚才有人做包子馒头，加码赠送包子馒头，送到你家，是吗 ？OK， 好，那云晶还有 Kevin 在这里跟大家说晚安喽，谢谢你们，晚安，拜拜。